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len武顶一集呢，咱咧讲即个《孤独英国》即本册，顶一集是为即个议程结束进程。英国个也是一个帝国，还有殖民地，还会当成功抵抗希特的侵略的时阵讲起。煞来是战后面对即个战争的迫害，殖民地独立，即个经济疲弱。因即个英国又想要做皇帝，无愿意去面对讲即个帝国已经毋是当初迄个化水的天堂的领导者。佮笑想讲要甲美国并坐起，无愿意甲德国、法国组成即个欧盟，做伙来起做欧洲。嫌因细就对啊。结果呢，美国根本嘛无要甲因无啥物亲情歹计较，因就是美国就是我的国家利益放大先，你要看亲情，才来讲吼。所以好啊，讲到遮伊就是后壁就是互美国洗面了，转去看欧盟，哇，人嘛发展甲足好诶，想要倒去翻头去加入，已经袂赴讲着一个好条件嘛，摕无着即个主导权啊。对，吼，所以就差不多是讲到故事是讲到遮啦，吼。所以前一集的最后是讲到即个1973年的即个英国成功加入去欧盟，今仔日就爱为即个加入欧盟以后的故事开始讲。即集咱来经几个较有代表性的首相来讲。头一个呢，先讲的就是即个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即个 Thatcher， 即个柴契尔夫人吼。一讲到即个名字，大家就会想到即个铁娘子呢，铁娘子即个号啊。即个号其实是一个苏联的记者家号的。即个 Thatcher 伊的名声伫即个全球应该算是真袂歹啊，真侪人是对伊真尊敬。伫英国国内的名声嘛真好，之前有人做一个调查，就是遐差不多是2003年、2004年的时阵做的调查，就是因调查差不多200外的即个大学内底教授啊，讲你上介意的即个首相的排名，Thatcher就有伫前几名安尼。真的？对，足神奇的。不过不要紧，咱等下讲就知影讲啥那会有遮会安尼无共吼。介绍即个插画英文之前嘛有讲过，即个 Thatcher 呢是伊即个一生当中追求即个政治的 idol。我的心内是感觉讲，先歹。我嘛是感觉先歹，小可毋通，做毋通对。啥那讲毋通呢？因为其实英国的北部人啊，像咱啊，就是足侪足讨厌伊的人。因为伊甲即个伊伫迄个时阵甲即个矿场关起来，足侪就收起来就对啊，足侪即个公营事业卖掉，等等的政策咧，足侪拢是英国到即马搁咧害即个济，对。呢，毋过是啥物人咧害呢？绝对毋是迄个 Downing Street No. 10的人咧害，拢是咱北部遮的弱势劳工阶层咧受苦。对。好，先来讲即本册内底讲着，有讲着一寡政治人物含即个评论家对伊的看法。有人讲伊是即个透过敌人来定义家己。我感觉这某种程度嘛是展现着伊的政策面顶。伊若敌人变啊，伊的政策就变啊。比如讲，伊对即个欧洲的态度，一开始伊伫即个西斯做首相的时阵，伊是做幕僚，伊就全力推动英国去加入欧盟。对外口呢，拢去展现讲伊足重视即个英国伫欧洲共同体内底的角色，嘛真支持即个东欧的自由化、民主化。毋过等候即个德国呢，真正要统一的时阵，因为伊就开始惊，伊惊讲哇，即个德国会变甲伤大伤厉害。万不伊即个德国变做即个欧洲上大要安怎？伊就开始反对即个东西德的合并。
对即个欧盟态度嘛，开始变做即个怀疑的态度啊。嘿嘿，嘿，啊，伊后壁一任的即个首相呢，梅姐其实是算是头脑清楚，伊知影讲，牵即个欧洲的关系会当有无共的选择，吼、啊，逐款的选择后壁佫有无共的效果，所以你就是你爱先知影效果，啊来再转来讲，安尼我要选啥物嘛？对对，啊对啊，所以伊是有甲遮的逐项选择拢有写出来，啊，佮去甲分析啊，伊是真正有实在想要做好代志的。啊，毋过呢，因为伊就是即个被即个Thatcher所害啊，因为即个Thatcher伊后壁即个对后壁的态度开始变嘛，所以啊，伊以后的即个论述呢，就煽动即个保守党内底即个以后的分子。所以互即个后壁即任的即个梅姐呢，伊无法度好好做代志，无法度好做代志，还是雄雄的，雄雄插笑。无伊毋是像迄个，嘿，伊毋是像好好做代志迄款诶，伊是真正有要做代志。所以伊自迄当阵开始，Thatcher伊诶即个以欧论呢，就是以欧论啊，到后来呢，一直拢互摕出来用，就变做因迄边立场诶人诶一个诚主流诶一个论述的对。啊，嘛有诚侪即个Thatcher诶幕僚讲诶，Thatcher伊做专制，伊无咧讨论诶，伊无要讨论。伊开会时阵，伊就先讲伊诶结论，啊，等逐个赞声。啊了呢，伊会一直去外口放炮，啊后壁诶幕僚呢，就无用咧拍火，即个就像迄郭文德，公关就无用。即本册讲伊咧外交部内底上优秀、上巧诶，即个外交官，当无用咧拆即个英国首相弹出来即个手雷弹，够衰咧。对。啊，毋过呢，伊对外口拢是安尼，就是歹称称啊，啊一直放炮啊，毋过伊对即个美国诶总统雷根呢是非常诶崇拜，伊雷根讲啥物拢好，有人讲伊就像迄雷根因兜诶狗，含即个因兜可能是因兜诶吉娃娃含即替娘子诶即个形象足无共诶。够悲戚诶。对，所以这是伊诶一个迄当阵诶即个逐个对伊诶即个看法啦。伊诶部分即种诶部分，互我印象上深诶是即个出兵 Falkland 含对即个欧洲事务诶态度。我讲就是伫读即部分诶时候，我感觉伊就是有迄款英国人诶优越感，甲某种诶种族歧视，系啊。对，嘿对，所以即个先来讲即个出兵 Falkland 即个代志即个故事要为即个1982年迄当，即个阿根廷诶即个兵去占领英国一个足遥远诶即个殖民地 Falkland。啊，即个群岛呢伫南大西洋，就是阿根廷诶边啊。啊，即个英国呢伫200外当前呢去遐宣誓主权。啊，即个岛呢人足少诶啦，无够2000人。啊，毋过英国呢伫遐配有一个总督，含一个海军，一寡海军，佫有一群羊。对。即个岛呢有足侪即个欧洲诶帝国来占领过，最后一个是英国。其他就来去就对。英国呢接收了后呢，即个阿根廷三不五时就去甲挑战一下。毋过其实因两边呢，其实对即个群岛诶主权拢无啥有即个正当性啦。所以因战后一直想要去撬即件代志，看是英国做管理主权互阿根廷，还是安怎？毋过拢撬袂好势。英国其实无啥咧要伊即个岛啦，甚至是互人入侵诶迄当佮裁减因诶即个防御诶资源，尤其是海军。就展现讲，表示看起来就是因就是无咧要伊即个岛诶啦。
啊，毋过呢，即届因互即个阿根廷入侵了后呢，国内大部分的声音拢是支持讲要出兵的，因为伊感觉讲吼，哎哟，即咱大英帝国互人洗面啊，因足要伊即个互人洗面的部分嘿，感觉受着委屈啊，吼，所以就有人建议讲安尼，虽然讲有人建议讲，哎呀，莫去烧战啊，咱该用即个外交行动，制裁即个阿根廷，莫去牺牲即个兵仔的性命。啊，毋过呢，即个声音伫国内是足少数的。嘿，啊，欧洲呢，迄个当阵呢，嘛拢支持英国去出兵。法国呢，佮私底下甲因为迄个阿根廷的即个战机较飞弹是法国卖互因呢，所以法国呢，就私底下甲即个战机较飞弹的技术资讯分享给英国，互伊会当去防守安尼。啊，颠倒是即个美国的总统雷根呢，伊无愿意去表态支持出兵即件代志，甚至伊会一直去互撒笑一个压力，讲你去吵，你莫用拍。啊，毋过撒笑就是坚持要拍。啊，惠理呢，最后伊也是拍赢的，虽然讲是真拼，即个运气若小可无好，就会输。啊，毋过不要紧，因为撒笑足欢喜的。伊讲哦，咱即马毋是一个倒退的国家，咱有新建立起来的自信，咱拍赢国内的即个经济战争，即马呢，佮有伫即个12800公里外证明咱的国力。哦，真正大家拢甲伊拍扑啊，所以伊伫即了后呢，伊就得到即个连任，选调到即届。啊了就哇，足欢喜啊！哦，英国足伟大啊！哦，啊，进前呢，有人预言讲，英国无可能佮有办法去对即个老经验的敌人去相战啊，做即款，而且佫是即款爱完整的即个战争啊。因就想讲，哈哈，你看我拍破即个惨剧，啊，毋过口说来啊，无偌久了后呢，早笑伊就亲手下剑即个国防有算，互即个伟大的战争呢，无可能佮发生一届啊。以后呢，英国若要相战，若无美国就绝对无法度拍。这就是一个趣味的所在。啊，第二个，伊讲，互我感觉一个最爱拗的所在，就是伊的即个实名观点。对，所以我嘛是。对，啊，才先讲着即个辛巴威。伊是伫即个19世纪尾期变做英国的殖民地。啊，后来即个1965年时阵，即个白人的总理呢宣布独立。啊，毋过国际上无要去甲承认。啊，伊即个国境内即个黑人的游击队呢，嘛想要推翻即个白人的政府。啊，这到伊要独立进程呢，即个游击战呢，就愈来愈严重。所以早笑就甲，啊，毋过迄个时阵呢，早笑甲即个发起游击战的即个爱国阵线呢，当作是即个恐怖分子。所以伊含即个国际间的即个看法拢无共就对啊，因为国际间呢是无支持即个白人政府嘛，因为因无啥物，因就是感觉是就是因就是小看像迄殖民者嘛，对毋对？殖民者的后代。啊，毋过早笑伊家己是支持白人的，所以伊就甲黑人当做恐怖分子。毋过因为国际间拢无人要支持即个白人政府，所以伊才勉强家己去对咧支持黑人。啊，无呢，伊对遮个白人殖民者是充满同情。伊讲咱呢爱支持即个黑人的多数决啊，就是因迄当阵即个黑人游击队，因想要争取的就是多数决。黑人多数决啊，就亲像啊，伊就继续讲，咱爱支持即个黑人多数决，就亲像即个英国呢，曾经允准因独立的其他国家共款。允准啊，即个系允准，伊用允准即两个字，我实在是，实在是听袂落。对，真听着要吐啊！后来即个这辛巴威伊本来的名叫做罗德西亚啦，罗德西亚啊，伊后来改名做做辛巴威，了后呢，就独立变做一个
国家，由即个欧人多数统治。这本册就考试，伊讲即个撒切尔呢，是对即个津巴威即个独立的贡献呢，就是压制伊家己的反对的意见。这种有压制，有压制对。后来即个有人改代写即个伊自传内底，伊嘛有写讲，其实即个撒切尔伊一直都足同情即个津巴威内底即个少数白人，主要是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因翁伫即个南非洲有亲情，佮有生意来往，生意来往，对。一个外交官嘛讲，伫即个首相的即个心内底呢，即个心肝内底，即个南非洲的白人对伊来讲，就是像厝内人，就是当是讲英文的民族，港文港境，都出现像血浓于水了。是安那？唔知啊。对，伊就爱讲迄个戏员的吼。系啊，有啥物啊？对啊。另外一个例就是南非，80年代南非因为即个种族隔离伫国际上碰败退，毋过撒切尔呢，伊一再去主动大英国协含即个欧洲共同体对南非政权的制裁，拢一再主动，毋知影要忝，一部分的原因嘛是，即本册写伊讲毋知影要忝。一部分原因嘛是因为伊同情遐个定居的即个白人，伊感觉讲南非的问题上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转去到1910年进前的南非，含4边黑人国家隔开的即个白人小国。哇，真正是，这是对，毋知要讲诶。对啊，后来伊为着这啊，差一点母到互即个大英国协利心散角，最后嘛是只好接受对南非的制裁，安尼。伊真正是足吞袂落诶。对啊，替娘主呢。伤诶啊，伤诶。你讲遮诶拢较属于是国际甲外交诶部分，我来补充伊有做啥无好诶政策甲将士甲伫影响英国。就是伊为着减少政府诶规模甲减少补贴，要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伊就推动国营企业私有化，供应对台工会。因为迄当阵经济无好嘛，工会一直去罢工啊，所以伊就强硬诶对付工会，结果造成大量诶矿区甲工业社区经济崩盘。对啊。进前咱迄集个英国少年杀人事件内底，咱有讲过啊。因为即个矿区港口顶，互人买起，也是互人关起来，就造成一寡北部小镇诶经济放弃。对啊。政府嘛无出手去斗相共，至少甲辅导，佮互因去转业嘛，做别项嘛。对。无爱就放互因伫遐自生自灭啦。到即马失业率佫足悬诶啊，所以因治安诶问题就愈来愈严重。对。这国民企业私有化，减少社会福利，所以就造成公共基本服务价小起价。私有化呢，伊无法度引起真正诶竞争。伊本来想讲是公家效率伤低，想要用私有化诶方式，互政府有一通好趁，佫会当互遮诶私有化诶公司有竞争力。结果遮个公司私有化了无竞争力，颠倒呢去垄断市场。比如讲，即个水公司啊，伫1989年诶时阵，伊就私有化嘛。虽然有趁钱，毋过漏水诶几率足悬。水污染诶问题嘛，诚严重。就是公司趁着钱了后，伊毋是去换新诶管线甲设备，伊是先甲钱分红互股东。伫2020年诶时阵，伊就有一个爆发讲，即个屎水啊排入去
河内底去污染的事件。因为因要处理这件代志嘛，因为着要处理这个污染的代志，因着个水个起价。因为我无设备去清这个污染的事件，所以我来去买新的设备，所以水质个起价。哇，系啊，对啊，就你讲到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烂甲土内底，就是火车啊。对，咱之前有一集有讲到即个万城的市长，因为火车取消，无法度去参加一个改善交通论坛的代志。对。毋过，因为这火车毋是伊的，毋是伊卖掉的啦，是伊啊，是伊吗？毋过我揣到是别人的。伊应该是为伊开始计划吧。好，结果是伫别人，是伫后壁迄个卖掉的。搁有一个是就是厝私有化，就是 right to buy， 就是伊鼓励公共主体以较俗的价钱去买家己的厝。虽然一开始就是足受欢迎啊，毋过就变做讲公营主体流失，政府袂负去起遮个公共主体来补足伊遮个需求，所以到则是英国游园面临着足严重的公共主体无够、无厝通好住的问题。所以伊遮个政策就是破坏工人阶层的经济，造成足大的贫富差距。对啊，咱之前毋知有一期做讲社会主体也是学生的宿舍的时阵嘛，讲到即个 right to buy 的政策。对。其实我感觉伊互即个社会，互迄大个人会当甲即个社会主体买落来做因家己的厝，我感觉毋是一个问题。毋过问题是伊根本就无去新起即个社会主体去甲补起来。对啊，所以呢后来有即个 housing crisis。毋过我感觉伊这嘛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有的人就用即款方式会开始欠钱嘛，欠钱你怪甲即个本来是公共主体去甲租出去，我感觉有变到有这样复杂去啊。嘛是因为安尼，就是若头脑较好的生意头脑较好的人，就因为安尼就一直趁钱，毋过散价就是一直搁散价落安尼啊。这对啊，毋过甲即个社会主体租出去，即件代志是真歹哩啊。对啊。好后来呢，后壁要讲的是一个即个工党的首相 Tony Blair 吼，即位呢，有人讲是即个假做是左派的保守党，有人对伊是真迄落，对毋过我对我是因为我之前我对即个首相无熟啦，所以我是看即本册去熟悉伊的。好。毋过伊嘛有看即本册讲一寡共款的，就是伊就是 Tony Blair 就是一个生理人啦。像伊即个 Tony Blair 伊是即个工党内底的人，伊是工党内底算讲是上成功的一个头人，连赢3届大选。伫即个因为即个英国的政治舞台吼，大部分的时间拢是即个保守党咧执政。伊伫即个中间诶，互工党诶徛起伫10档。伊用即个新工党诶即个名词诶，重新来包装工党。即路线呢，伊嘛为左派行入去中间偏左派，就是为中行就对啊。拄啊，迄当阵诶，即个美国总统 Clinton 嘛出成诶，所以因两个嘛是马吉啊。毋过伊一选掉安尼，伊就随去巴结迄个保守党诶报纸头家。虽然伊是左派，对。毋过伊迄当阵伫咧工党内底是即个话最简单诶伊诶即个前几前即个梅姐吼，就是拄则伫迄个撒切内底嘛有讲着，梅姐就衰啊，伊就定定咧叫家己诶党叫袂叮当啊，佮去甲偷偷对即个私底下对即个记者骂家己诶工党是牛仔囝，互录音落来。即摆佫看会着迄报纸有报呢。好笑。对啊，
Blair 呢，就是看伊电脑边，伊就是规个档诶拢是伊诶声音嘛。毋过伊有一款表演诶即个演啊，伊足享受去后面开会诶时阵，迄种镁光灯诶拍伫家己身躯顶诶迄个感觉，去到遐就感觉讲哦，我是咧徛伫即个世界舞台哦，我要做一个即个世界政治人物迄款感觉。伊去到遐，伊就四界去搬烂，无分左派右派啊，无分啥物国家，反正伊就是徛含全欧洲诶政治人物去搬烂。伊嘛知影，是安怎讲，伊就成一个生理人，因为伊知影讲看到啥物人要讲啥物话啊。伊会含即个 Financial Times 诶记者讲，伊要加入即个欧元，含散日头报诶即个记者讲诶，伊绝对袂放弃英镑。人要听啥，伊要讲，伊就讲啥就对啊。拄则讲伊含即个 Clinton 就成诶嘛。我是对即个 Clinton 无熟，毋过即本册讲伊虽然讲呢，伊诶想法含立场含 Clinton 就成诶。毋过伊无像 Clinton 读遐济册。所以有当时伊会因为对即个历史无了解呢，出笑话。像讲伊喺香港咧移交诶时阵啊，伊去参加迄个仪式。江铁民就讲，即个仪式呢，就代表讲即个中国结束150天诶即个国耻啊。伊就听无啊，伊就毋知影英国对中国做过啥物代志，即方面伊毋知啊，伊竟然当面毋知。毋过伊安尼对即个历史无意识呢，拄啊好嘛会互伊会当无法度去传承进前遐保守党诶政府笑念古早时代帝国光辉诶即个情条头。无法度探袂来伊遮啊。所以对英国诶定位呢，我感觉伊有提出一寡新诶论述，而且是合理诶、实在诶。比如讲，即个古早时代，即个Churchill 咧讲即个三巨头嘛，英国、美国、苏联嘛。即个 Tony Blair 伊嘛讲三巨头。毋过伊较实在，伊讲诶是欧洲诶三巨头，是三个大头是英国、法国、德国。Churchill 咧讲咯，咱是即个帮赞即个罗马人诶，即个希腊人，是即个美国金马后壁诶头脑嘛，伊毋是讲迄个美国诶汉草好，毋过咱才有头脑嘛。毋过 Tony Blair 讲，咱莫阁忙啊，莫阁想要做啥物人后壁诶头脑，无迄款代志。嘛莫阁转去看啥物帝国荣光。伊诶主张是讲咧，咱莫做即个超级强权啊。咱爱做即个盟顺，做国际间的即个车心，国际盟友的即个关键，安尼。这想法袂歹。对，但是你爱定位爱定好对嘛？要看你有偌济，你也毋是啥物足大诶，啥物物件，你莫去想去做啥物大国。对。我感觉一方面是因为伊个少年，伊个开始做首相时阵，敢若40几岁尔。所以伊出世较晚，所以堪伊共的人，其实拢已经开始甲英国伫后面内底即件代志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伊就袂去想看啥物帝国无代志。所以伊的这个新的观点呢，可能毋是因为伊真有看法，可能是拄啊好伊的背景，互伊无即个历史的业障爱排啊。对，拄啊好。呛死。对。伊咧做首相的时阵呢，发生2个国际事件，头一个是即个1998年的即个科索沃的战争。Tony Blair 呢，伫迄个时阵就提出一个国际社群主义的即个立场，对西方的社会推测讲呢，咱西方有责任去限制个别国家挑战全球规则即件代志。安那开始互相议论，那意思是讲，若有独裁者对即个因国内去镇压，西方有责任去干涉。
伊即道呢，即科索沃的战争即件代志，伊成功互美国暗示讲，伊会派出地面部队，互对方屈服。安尼，本来克林顿是无想要捌即件代志的，毋过就是伊一直去甲吵啊，一直去甲笑啊，创啊，对，互最后克林顿实是互伊还甲伊就讲好，我就出来去暗示讲美国会派兵，安尼，对方怎惊软去？所以伊就感觉讲，哎哟，即个立场是对的，而且呢，我即个做法嘛是对的。后来呢，即个西非的即个西亚山呢，嘛发生冲突。保守党呢，就叫政府讲啊，较紧甲遐个咱的迄个英国人吼拆退。毋过 Blair 迄个表演的演过来啊，伊决定讲呢，我要斗一个，我要派兵入去。好彩伊真正足好运的，伊拣了一个兵阵亡。所以呢，因为伊即个好运，伊对即个国际社群主义的即个立场，佮愈有自信啊。可能就是安尼，所以伊甲美国做伙合作去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无毋对，我来听讲法语对，无毋对。因为理由就是 Iraq 有大规模伤害的武器，个到尾啊证明讲其实这武器根本无存在。结果造成差不多10几万人死。英国的军队损失足大，国际名声嘛无好。对，这就是伊拄则迄个自信，害伊家己行入去即个政治自杀的即个坑。即个坑内底。对伊就是为着即个自信的，对美国出兵，最后呢，佫互人调查。对，而且迄个英国的部队人数根本就不足，资源嘛无够。进前呢，伊进前足侪首相拢咧削减即个国防的预算。佫想要看起来足有办呢。所以呢，互因足侪的军力拢是好看无好用。真的，我感觉因遮足定咧相拍咧战争诶，到底是为虾米啊？伊迄武器除了武器爱开钱，你是海外驻军啥物拢爱开钱，遐个军人伫外口伫训练，若是出兵，拢有外派诶费用，啥物诶，这拢爱钱诶。我感觉真正来英国的已经无钱啊，佮一直伫用遮诶。对，我一部分我感觉因为有足侪迄个冲突，拢是因为因进前即个殖民的时期留落来的业障，所以因才会去处理。对，而且因出兵去处理呢，就代表讲因伫遐有势力。对，所以这是足侪方面的原因啦。对，所以每一场的即个战争拢是爱分开讨论。对，就是伫即届即个对即个伊拉克的即个入侵，伊伫即面顶的即场咧，伊坚持讲要支持即个小布希，就是伊即个坚持，互伊失去即个欧洲的朋友啊，就是德国和法国拢足生气的。而且在册内底有讲过，因某是人权律师，对伊要去牵小布希马吉即件代志，其实无啥欢喜。一定的啊！你人权律师，佮你走去讲拍。对啊，系啊。伊有一个学费的改革，甲高等教育市场化。就是伫1998年开始，温准大学向学生收学费。一开始呢，就是开始的迄当1998年迄当是一当1000磅，甲今年2025年的学费一当是9000磅，毋过这是上基本的。就是安尼，就增加少年人的负责，改变就是遮囡仔的教育观念，按公共服务转向个人的投资，伤害收入较低家庭的学生的进入门槛。我感觉这学费贷款是真正是足大的空，因为你9000磅4当读出来了是36000英镑嘛，这佫无包括利息。你的年收入若是超过26000的话，伊才为你的薪水扣。
啊，毋过有做上毕业了是做歹找着安尼薪水的工课。你若 minimum wage 就是基本收入的话，应该是差不多23000、24000。对对对，除非你是有啥物专业会较济钱安尼。啊，毋过另外有一点是，你若无伫英国做工课的话，你嘛扣袂着遮个钱。所以有一寡人得走去纽西兰，还是澳洲去做工课。对啊，因为我感觉，因为你莫看伊这学费是一档9000磅，对，迄竟然学费尔呢。系啊，后壁因搁爱住宿舍呢，宿舍足贵诶。对，宿舍比住外口搁较贵，无像咱台湾宿舍是一学期6000箍。对，遮差不多一礼拜就毋领6000箍啊。对，毋拿。对啊。所以伊说这我嘛感觉足奇怪。上早是工党提议讲要即个互收入低即个家庭会当去读大学，所以建议，所以即个学费要就是会当互因减。像阮大家因是因阿爸就早就走啊，因阿母一个人带4个囡仔，啊佫破病，所以因迄当阵嘛是住社会主体，因就是迄款收入足低的家庭。啊，阮大家就是因为工党的即个政策，互伊会当毋免钱去读大学。对啊。啊，毋过竟然传到伊到来遮变做是学费愈来愈贵。当然，我感觉毋是逐个人拢需要去读大学，问题是英国的即个技术职业学校体系，我感觉嘛做甲无好啊。我感觉无。对啊，而且即个技术人员嘛无受到社会的尊重。对。啊，佫有一个是公共服务私有化，就是利用民间的资金建立便宜学校等等嘅公共设施，啊，政府长期分期付款，短时间看起来是减少成本，啊，毋过长时间付的金额足大，所以这是对缴税的人不利。啊，佫有一寡合约无公平，使公共机关互白死伫足贵的合约内底。所以David Cameron 伫做首相的时阵，一直讲Tony Blair 是无留钱，互伊佫派一堆负责。摕来互讲足久诶。对。啊，毋过我是感觉比起早找伊算是无遐差，而且伊一开始其实气势诚好，想法嘛算是实在。啊，毋就是可惜后壁就是伤过自信啊，所以表演的对，所以伊这就是骹步踏差一步伤大步啊，怎直接摔落山谷。伊去澳洲的时阵是当作去看成影展呢。对啊。啊，毋过对啊，最后一个对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诚有印象的，就是上近代即个 David Cameron，伊就是为着家己的舞台造成即个英国脱欧的人，所以我会记得我迄当阵拄要准备要买厝，要甲迄个台湾的钱汇过来。啊，4月汇款，等7月要交厝，结果6月底公投结果出来，英镑大落，为48变40。对，所以若换做台票，我的厝直接减少20%的价值。这样小可悲，因为伊只是要互遐脱欧的党员点才办这个公投。对。而且因为伊感觉袂脱欧嘛，所以伊嘛无做认真伫甲逐个人讲，若脱欧有啥物效果，伊就放互烂。结果出来脱欧，伊就随辞职啊，拢免负责任呢。对啊。另外上口碑是，伊竟然佫互请倒来做外交大使，处理甲欧洲的关系。对。而且足含的即本册嘛有写着，讲迄当阵迄个公投的结果出来了，连迄个脱欧的迄边的即个 Boris Johnson 啊，嘛是惊着呢，应该惊着呢，想讲竟然会赢，真靠北。对啊。对啊，讲倒来讲，伊互大家互人请倒来做即个
外交大臣处理跟澳洲的关系这件代志，我感觉就白痴的。因为咱现在讲啥那白痴，先讲伊这个人，这本册作者呢对这个卡麦隆的这个评论就趣味，伊讲伊是一个人生过甲足爽的人，伊出世伫这个伦敦足有钱的这区啊，因叫做啥物啊 ？Bankers Bell 才是啥物会？就是迄区拢是迄个投资银行的人做食头路，就是投资银行是英国收入上悬的一群人嘿。就是你若想着台湾，就是差不多是TSMC 台积电的遐个人的意思啦，嘿。对。伊伫迄区出世，一路读迄个高级的私立学校，Eton 了牛津去哩 ，Oxford 去哩，人生无风嘛无影，甚至伊一开始讲，对啊，对，上济影就是迄个大学的时阵酒啉伤济吧。哦，还有啦，食大麻红掠着，对，甚至伊开始的工课是迄款，惊若靠熟悉的人介绍才会入去的。因讲册内底讲是迄款，你绝对无可能伫外口的迄个104人力银行看到的广告。嘿，惊若开互家己人入去的。嘿，迄是伊一开始的头路。伊对选到即个首相即件代志，嘛是感觉理所当然，就是我啊，无会想，嘿。我去查伊的背景哦，我感觉伊这理所当然是有原因的。因兜呢，含这个 Royal Family 的方式是有血缘关系，因为毋知是因阿祖还是因阿嬷是即个国王含外口的爱人生的囡仔啊。嘿，毋过因为是外口生，所以因兜无即个继承权。对，毋过嘛是对啊，嘛是好命啊。对啊。即本册有记录讲，有一届伊去上即个节目，人问讲，你是安怎想要做首相？一般的人讲，因为我什么理想啊，我想要什么世界和平啊，我想要什么社会平等啊。毋过伊讲的是，因为我搞做。对，毋过，毋过即本册后壁就讲，可能伊会晓做首相，毋过呢，若讲着要做一个好的首相，迄伊是真正无法度。即本册佫讲伊即个人对外口的世界知影足少诶。伊的迄idol，伊的罗马就是即个麦克米伦。伊嘛是想要做麦克米伦迄款有贵族气质，毋过佫有社会良知的即款保守党人。毋过呢，麦克米伦伊好歹是迄个时期经历过足侪国际谈判。对啊。伊嘛开10几冬的时间去学习国内含国外的代志，才开始做首相。对。卡麦隆伊嘛是含迄个 Tony Blair 共款，伊是40几岁就做首相啊。伊的能力含伊的经验根本是含麦克米伦无法度比的。重点是伊根本就无兴趣学，伊对即个世界看法足浅薄的。根据一个即个官邸的顾问的讲法吼，伊讲即个卡麦隆认为即个世界呢是啥物款的所在呢？世界就是一个独家的所在。真正好命囝咧！真的咧。对。到底是安怎投胎啊？对。我嘛感觉讲嘛，可能嘛因为伊对即个世界看法足浅薄，所以伊任内呢开始甲即个商业机会放伫国安头前，开始和即个中国合作，讲要做北京上好的朋友。嘿，对。咱则是来讲伊做了什么代志，伫影响，甲正是佮咧影响英国。就是伫2010年联合政府就代了后，伊为着要减轻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财政赤字，所以伊大规模减少公共支出，包括福利、地方预算。伊甲 NHS 就是英国健保甲福利系统外包。
啊私有化皇家邮政，结果公共服务的品质变歹啊，毋过成本真高，所以有足侪国有的资产风俗价卖出去，国家就失去稳定的收入，啊，造成社会不平等变大。啊，因为私人企业就较重视利润嘛，利润，无顾贫困地区的需求。啊，毋过政府有员阁需要补贴甲监督，所以就变做讲利润私有啊，风险公有安尼。对。伊迄个财政的即个银根缩案做甲足凶诶，是安全标准2到3倍。啊，毋过即款缩案呢，最后牺牲的拢是上阶层诶人诶生活。对。对啊。啊，另外一个我感觉会当提出来讲，就是国防的预算，伫伊诶任期内底呢，防下减15%。哇！啊，毋过因为你虽然下减，啊，毋过你还是爱好看，啊，维持即个帝国的即个面吼，伊就坚持讲爱用即个300亿去更新3叉戟飞弹系统，勘建造即个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啊，毋过呢，你去更新即个三叉戟，就爱缩减即个军舰队。啊，你去建造即个航空母舰呢，就爱减少 F-35的即个战机的数量。最后变做即个空军呢失去战斗机，海军失去军舰，陆军失去兵啊。啊，做一个海权国家，伊无任何的飞行机，无剩任何的飞行机会当去海上做侦察。我感觉真足合。嘿，真就合。我翁就是迄当阵国家互因一笔钱，提早提五的啊。对啊，所以卡麦隆的故事呢，就是后壁大家拢知影。对。啊，为迄个当阵，真正英国就是真正烂回土内底啊。嘿，啊，虽然讲即本册考试足侪英国的所在，毋过伊嘛有讲英国嘛是阁足有实力的。不管是久长的民主，还是甲全球世界搬烂的经验，佮加上英国正是嘛是阁是世界第6还是第7大的经济体。啊，伊的军力嘛是伫欧洲嘛，敢若法国会当甲伊比拼，遮拢是足互人敬畏的资产。啊，毋过就是欠缺会晓用遮资产的人。对。啊，你头前有讲着，伊伫民望讲英国会当变中国伫西方上好的好朋友嘛？我感觉港东这是毋是嘛？你民望啊？我毋知，我感觉因安尼一下要亲中国，一下无要亲中国，就像迄60年代一下要亲欧洲，一下佫无爱亲欧洲迄种感觉。想清楚呢。嘿呢，真的呢，就是其实我会当理解讲政府无钱要找钱，啊，毋过真正是找中国，你就是车鬼掠药单，要死较紧呢。对啊，逐个若是伫英国人，咱去小可关注一下，即马咧吵的是迄个中国要伫英国一个做，以早是做迄个菱角仔的一个工厂。对。要甲迄改做因的迄个中国大使馆。对。啊，毋过因咧烦恼讲，迄个工厂的下骹有足侪线的，所以中国若是要甲你整你的电线，还是整你的网络，还是讲要为你的网络头接起来，偷你的迄个国防秘密，迄拢无法度防的，因为伊就是面顶啊。对啊，所以即件代志一定伦敦就侪届迄个抗议啊。啊，毋过我毋知影即马是行到对一步啊。我毋知呢，因为前几工毋是阁有美国毋是来英国甲中国谈判嘛？啊，结果无成，变做咱的首相甲中国阁讲成什物生意哦？是毋是电动车的关系，还是啥货？我有真袂记。毋知，我还未看诶。对啊，所以讲倒来即本册啊，我感觉看了，感觉
一个几啊感想啊。头一个就是吼，迄个认同。伊就是英国是安那会行到今仔日即步，就是因为认同错乱啊。好。对，啊无法度看清现实。对。啊，其实就是爱伫对的时间用对的即个论述，去定位家己的国家，安尼才有法度行对的路。对。我感觉因真正爱放下 Great Britain 即两字诶。就是因的帝国啊，大英帝国即件代志。对啊。啊，毋过我感觉即个问题啊，是为面顶上头的到上下骹的人拢有即个问题。真的。对。有头脑清楚的政府最重要，啊，毋过嘛爱有头脑清楚的民众去甲支持。对。啊，毋过啊无就是像其实有2-3个首相拢是有清楚的头脑，啊，毋过因知影讲迄个当阵，你若甲即个帝国的网甲拄好破去，因就差不多政治自杀啦。对啊，因为民众拢嘛是民众共款伫咧民望啦。我感觉这就是工业啊，英国大英帝国的工业啊。对啊。对。唉，就是安尼。对啊。所以我感觉即本册是介好看。啊，讲到足侪 detail， 其实咱拢无法度伫节目当中讲出来，因为真正是伤侪资料啊。对。啊，咱经咱家己感觉趣味的出来讲，啊，希望讲会当互大家即个试一下滋味啊。若敢讲真正是有兴趣趣味的，会当去要来看安尼。对。会当互你对即个英国战后即个社会较历史较文化有一寡新的体会。好。安尼今仔日就到安尼。啊，就祝福英国较紧较早困较有面。较紧找着家己的定位。有啦，我感觉即马有可能有较好，虽然看即个我小可毋敢讲，是不是就来一个错赛的？真的。对。对。祝福啦，祝福。对，祝福啦，祝福。好，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人来对落水溪，参农民行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